今日唔講滷肉飯，帶大家睇下百度百克有咩寶藏早餐店。呢間漢記西果店聽講70年代已經響度，最正嘅係乜嘢？馬來人、華人、印度人，大家一齊坐低食早餐，和味到爆。蛋糕睇落去唔係嗰啲最潮嘅，係細個時候響阿嫲屋企冰箱入邊會有嗰啲，乜都想試下，最後變咗叫多個食。唔係貪心，係情懷泛濫。環境有 feel， 重點係有人情味。食物冇講好驚豔，但食響口入邊有啲味道係熟口熟面嘅。人生有時唔一定要嚟飽飆爆，穩穩陣陣食返塊舊嘅蛋糕都係一種幸福。男人廚房有時煮，有時唔煮，但一定有人情味。關注我男人廚房，食飯唔一定要驚豔，有時懷舊夠飽。